返到嚟吉隆坡，除咗飲飲食食之外，當然要行下街，因為感受下每個商場唔同嘅佈置。呢個商場一入門口就見到財神啦，即刻捉住財神影張相先。然後仲見到嘉怡媽媽。吉隆坡好多商場都好適合小朋友玩嘅，你睇下。除咗行街食嘢，當然好緊要啦，唔使離開吉隆坡都可以食到怡寶雞飯。怡寶雞相信大家都聽過啦，平時去到怡寶食就最正宗，但係如果唔想離開吉隆坡，一樣可以食到好有歷史嘅怡寶雞飯。吉隆坡都開咗好多唔同嘅新商場，呢一個商場都算係新開啦，開咗都係幾年時間。好多過年嘅佈置，仲有一啲應節嘅畫展，所以如果下次農曆新年期間，你都可以考慮過嚟馬來西亞玩下㗎，因為呢度真係好好氣氛㗎。你睇下，隨便一個窗戶望出去都見到人哋放晒煙花咁，係維持咗幾個鐘嘅煙花匯演啊！